以交通燈號，請勿停留黃格，以免載車輛通行。多謝收聽，拜拜。唔該晒，Madam 周，拜拜。市政處提你，入境本澳嘅肉類必須申報及接受檢驗檢疫，私自攜帶可被檢控。而家時間係黃昏6點。詳盡新聞報導，澳門電台新聞及資訊節目科製作。各位，現在由林志文報道新聞。首先係今次嘅新聞提要：澳門協和營運離島急診站交接順暢。東北季風將至，下個星期初最低溫或會降至攝氏12度。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喺澳門發行首筆政策性銀行公募債券。跟住係新聞嘅詳細內容。離島急診站正式移交協和澳門醫學中心接手營運，副院長李偉成表示，交接流程順暢，